大家请掌声鼓励。大众请起。 时间前到，鞠躬；不到，鞠躬。大家好，请坐下。那么在兄弟当中啊，后学好接下来讲台语在这啦哈，讲台语是我的本领啦。 不好意思啊，那些年轻人啊，所以讲只我有甲咱各个讲，兄弟之间上重要是和睦，对吧？和睦相处吼，就足好。互我甲用做两种来做比较，一个好，一个歹。好，你第一个好就是讲开地之福，做大兄的是大汉的，会当疼小弟。 做小弟的会当恭敬大兄，安尼叫做开启。安尼有方案无？有，做一个模范。啊，互我讲的兄弟义义，无贵之福。伫后期，是咱的古早这个游学经营啊，有去讲句话：兄弟义义，花乐相辉啊，贵济福，地花敬寿。这个意思就是你讲讲翕，这个翕啊，就是我咧讲的和睦的意思。啊，兄弟啊，大家拢足好，拄我讲的，时大真，这个友爱时地，时势敬重大兄。伊讲的，这种就是亲像花花果，就是咱一粒花，有迄个蒂，甲伊花瓣、花瓣。啊，伊这蒂若大，花瓣有大无？有啊，有连带关系无？有连带关系，就代表兄弟嘛。所以天下无不是的父，世间最难得的是什么？是兄弟呀。所以俗语讲一句讲，怕好命财，嘛着爱亲兄弟呀。意思就是讲，所以亲兄弟果是一个手足啦。所以就亲像安尼，所以讲问，咱你讲叫做名贵，什叫做名贵？名就是大汉的。 贵是细汉的，所以古代里面有孟仲叔记，对无？大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大汉囝叫做名啦孟，细汉囝叫做贵，就是大家讲话，咱兄弟同款，兄弟大家来和，就亲像古早的这个地花，这地花就是一种树啊。 伊遐开了足好，兄弟大家互相说，那安尼这个兄弟，这个家庭会兴旺的袂？所以兄弟若同心，安那？其可以断金啊，对不对？头来变形啥？但是可能怎啊是，即摆时代济啊少，自然少。第二遍就是建立万兵。 兄弟兄弟戏强啊，最后怎么样？手足相残啊！利益，做人会离开利益的袂？所以咱古早人讲，世间人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为命的人，一种是为利的。命嘛是包括利在内，无论你上至总统。 下至看百姓来讲，每一人绝对袂离开，尤其咱生活，咱的生活的重心，这个利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但是古
古早的圣言，佛祖还是道中的前辈一直讲，我们要建立要什么？建立要什么？思义呀！看到义理咧，你爱思讲到底有下义理无？所以讲君主爱财啊，处之有道啊。我是即摆人，我不管。所以若是大人，倒伫听头啦，兄弟姊妹就开始伫咧争财产有无？再济哦，即摆有偌叫较过身的，伊咧要你做，动作了你做，咱莫讲啥物人啦吼。袂做到袂好势是大人，爱搁几哪年，拢袂无法度人伊的，咱讲入土为安。较早听讲阮台北啦吼，三面堡一个四季哦，应该足好遐。结果伊的项目吼，到尾最近几年进前才发觉讲伊项目完全拢无来，就种把袂救分不要也才会做啦。所以兄弟若看，虽然是兄弟手足啊，但是若对着面的时阵吼，你真的很可怕呢。哦，人讲宽恕论讲什么？免啦，关联的如同宽恕啦，对不起。你避免哦，就亲像天气，册你电视镜你共款尔咧，是啥物？天气太重要啊！所以司马迁啊，讲天下熙熙，皆为利往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来啊！所以咱人拢为了这个事业啊。历史三国演义外。周策啊，曹操啊，所以曹操本来要从地位来传落，伊本来是要传落周天。即阵我第三个囝来看，哦，即个才能足好，但是伊无守于公义啊。但是古早来讲的地位，讲老地位拢传落囝，大囝嘛。哦，啊，即摆伊无法度，伊才从到尾算算嘛，才传落因大囝，叫做周丕。周丕伊接受因即个小弟周天，所以就边仔伊在时搁来使用，即个一定爱除掉，无即个以后会出意思讲家己占你的即个地位啦。啊，所以伊就甲叫伊来就甲考试，既然你才有才学，无你行7步，你若我拢做出一个师傅吼，我免你死。啊，在即个周天有厉害，有蛮厉害。公主堕难堕其堕在府中泣呀，本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。咱以前早，古早拢咧豆啊无，我咧豆啊迄去豆迄个壳有无？迄里面有盐有无？啊，伫内底这个符就是咱个鼎底你煮豆啊。下骹用迄个豆啊，下壳去行，安尼豆啊甲豆壳是毋是拢共款拢豆啊？啊，就代表因兄弟拢是共款因的嘛。伊就甲讲，你那就何必把它煎啊？安尼伫咧甲，意思讲变咱去看。哎，历史就有这样嘛。那咱即摆人讲哦，有啊，该有啊。所以在这边我们要跟诸位。兄弟，在《弟子规》里面讲了，兄弟友，弟道忠，兄弟乐，乐迄个孝在中。所以做人的大兄爱会当怎么样？友爱小弟，做小弟的爱会当恭敬着大兄，那安尼兄弟就和睦。啊，那安尼一个家庭好无？安尼恁两个兄弟好讲哦，对是大人嘛是叫做友好，对无？恁两个兄弟若姊妹啊，若拢无好的时阵哦，安尼恁就是讲你外友好，不是，那个叫做不孝。啊，这边就说这个。好，我们再谈到第三个阿妈多啊，阿妈多爱互相恭敬，互相谅解。啊，这样更重要，爱牵手。啊，我叫牵手嘛，
有无？阴阳就是阳就是父嘛，阴就是六，啊，所以个性是叫做父六，但是伊还佫有一个角度，就是叫做阿某啊、夫妻，啊叫做夫妇。所以要成就一个真正有德行的道德人，伊的方法是啥物？对阿某啊这两个相处上重要，这真大哦。所以《诗经》内底